落雨，若拄到这款的状况是活要惊死。这个山区最近过道嘛拢落这个雷阵雨，昨尾暗仔南投埔里通到清境甲合欢山的台14架线，突然间大细粒的石头一粒接一粒一直连落来，袂输是咧落石头雨同款，时间有30秒。这个拄啊驶车驶到位的女驾驶着大青惊，要马库已经袂赴咯。这车的后半边是互石头牵甲密密茂茂，好哩加在。 人只有受到轻伤。一个女驾驶驶车经过台14号架线，一个出磅空口就拄到恐怖的代志。石头牵落车的声音，还有女驾驶惊到哀叫声，玻璃破了了。像这款的恐怖的过程有30秒。 无人会想到讲，连来石头有遮大粒。这个车祸大粒石头前一个，规台车的后座甲行李箱差不多强要变去啊！加在这粒石头，毋是前着驾驶座，也若无效果，就不堪设想啊！看到就是落石一直掉啊！我要倒退也来不及，因为它落石掉得太快了。 当时，伫这个女驾驶头前这台车嘛，互石头牵到，车身受损，然后互玻璃挂着伤。这个卡车先打到，其实后面已经有掉石头，我也是被打到，我就赶快过来了，已经躲不掉了。最近因为下雨啦，然后可能是因为边坡溪那个含采样水量过高，可能有造成一些落石的状况啦。经过公务单抢修后，目前下落石头路段已经恢复通车。 要过台14架线是埔里通到清境甲合欢山必经的道路，嘛是当地居民出入的要顿。只要若落几天的雨，也是落大雨，山区道路安全就受到危险。伫南投国姓乡乌溪溪埔啊，近一天嘛因为溪水涨大水，造成沙石车掉咧。尤其说来，如果要面临风台季节啊，因为雨所带来可能的灾害，相关的单位袂使无重视。